政府統計處就2023年11月嘅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價為342億，較去年同月上升15.9%，其中網上銷售價值估算為32億，較去年同月下跌16.1%。而按照唔同嘅貨品類別劃分，銷貨價值較去年同月上升得最多嘅係珠寶首飾、鐘錶以及名貴禮物，銷貨價值上升超過60%。服裝銷貨價值上升54.1%，藥物以及化妝品銷貨價值則上升38.7%。至於其他類別亦都有所上升。政府發言人表示，隨住訪港旅遊業恢復，零售業總銷貨價值喺11月按年明顯上升。展望未來，預期訪港旅遊業進一步恢復，應該會繼續惠及零售業，住戶收入持續改善，以及政府同埋業界推出嘅多項推廣計劃同埋活動，亦都應該會為市道提供支持。